爱是两只美女，蛋仔朋友，係咪？还有朋友啊，阿妹希望煮的菜。2个字吗？几分钟。哇！我吃他口水哦。你刚才切整的吗？啊，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我问一下 Doctor 讲，还有比豆共富几毫米。而且也有这个内馅哈，分肉结合性强。哦，朋友的从冬虫夏草，对，真的哦。以前我们当零食。哎呀，你说你把那个冬虫夏草当零食，干，那要叫干妈嘞。对，那个料哈已经爆浆了，越做越好，皮反而馅多啊，质地好。谁要试试？不行，这个已经算好倍数了，你们没看到吗？只有总共8倍而已。这边用两条东西，对啊，鸡掉粉对滚的那个斗一啊。他也怎么跳？他这个胡椒北京加3个，他紧紧。客家牛肉饼醋泥，大家强下变重機。今日當咗去哦，所有來到現場嘅潛水站嘅家都會好朋友組隊，強下來參加比賽，客家睇起家都係傳統客家文化嘅牛人咯。哎呦，厲害咯！我老講哦，其中熱聲音哦，肯係創業學校地位都會教授哦，所以你等下看到佢嘅時就我係興 Doctor。今日呢都新的一季嘅節目當中，有新朋友來到節目地度哦，就歡迎到藝術學校嘅講師們耶，車群吹、車師傅，歡迎。你好，都用很流利的客家講師們耶。苗栗出水姑娘呢？哦，看唔出幾多歲耶。歡迎。歡迎。好，撒下來就係 Andy 嘅老朋友哦，浮誇系代表親友龔師傅。各位大家好。歡迎。突然不學動喉哦。我以為浮誇系代表係你。我也是。好，歡迎兩位總廚師，接下來呢就來歡迎到風水嘅潛水站，而家就係我老朋友嘅哦。哦，來自苗栗嘅江紅貴太哥老葉麗娜太子，歡迎。係來自苗栗後龍兩莊來客家推的。歡迎。哎，收卡起來哦，動起我寫立種了。好啦，我們先歡迎藍隊打仗好好打。來，看一下藍隊的一片，究竟係有史以來哈交通上最有誠意的，來自推動路野的鄭水面、鄭水輝。大家好，今日推動路亞來啊！哇，這是大洲頭部產來嗎？這邊來。哇，這些耶。成本很高呢，還要在台北先住一晚。錯，等一下好好的大再顧一下。好，現在看到誒你風水嘅潛水站哦，講太高家下都好睇時，老愛上年講10年前你就認識咧。老朋友咧，你8歲就認識啊？不是主持人，但講太高嘅技術本厲害，因為太監呢對佢有另外一個名，因為佢係博士加牛講到。就係 Doctor 本人。對，而且太監都係佢係口號烹飪廚師，而做任何嘅事情都有科學的根據哦。研究客家嘅飲食呢已經幾100年嘅時間咧。今日來參與啊，我帶本睇下嘛好料誒。愛做菜哈，就愛先讀書，爭做菜啦哈，所以我做菜用口學來。口學呢，哈佛大學哈有一門課可以15年。佢講哈，做客家菜未強要有地位一個學問哈。按客家料理講，又油又鹹又香哈，但是呢，滷東西個焗酒哦，做鹹菜這些都跟釀醋發酵有關係。所以呢，要做嚟用現代科學真流行嘅新廚機啊，第二用文字料理，第3用發酵技術，讓客家料理行到更頭前，同世界接軌。哇，講到行哦，已經我哋好好咁睇啦。這樣的意思是說，今年幾家自主哦，我們可以走下呢哦，是一個實驗室的概念。而且看哦，做馬料理我想應，其實有兩個科學的根據的，都要口學地度帶出兩個感情啊呢。好，厲害，動起台了，起台哈。希望等一下現場不會有什麼爆炸可燃性的東西啊。哦，啊，該下小改係這種實驗性、科學性的，我讓你講，連一片來自推動哦，哦，要帶電爐來啦，係啊，好熱啦。哦，有一天來嘅，一天來而家你好按人來推動路亞來嘅，但係後面本像大家人說，你後面係按客家人吼，都解做誒創新，又解做係。
泡菜，韩國有叫做第一有叫做甘蔗心，還有叫做狂肉啦。你睇佢用個盤攤那樣嘅，錄下家下仲風甘蔗當當嗬。啊，佢所講講你做點心家下，佢度安尼壓起來，從個盤攤安壓起來，去當個做點心安樣嘅。你兩米吼，有話眼橋呢？就係河水、河山、河料嘅蔬菜，種出來河米。怎麼嘅會當小嘅兩米呢？係咪你本身嘅幸福未有關係？跟住天嘅咯，因為吼，我哋應該做嘅村莊吼，都係種米嘅蔬菜，我哋希望講，到你啊米介紹本大家認啲，真見當好啦，撲手一下，哇！而且啊，一個路亞花蓮台東嘅米嘅有名到啊，跟日本天寶都會去聽嘅東埔嘅米裝醫生，冇錯，你看蠻開始比賽選拉票嘅。嘿啊，小凱都昂好哦，今天可以上一個吧哈，就是綠亞米水咖代言人。哦，阿勇英咯。好啦，所以畢竟最甜實辦，啊唔會燒嘅，路亞米都不能燒嘅到當場，都會包一層黃金通通嘅。錯要啊，不過呢，兩組睇起來都係好朋友，今日叫下組出來參加，行向認真來比賽嘅。今日唔單止吼考驗係處理。基本嘅咯，還會考驗兩方看你個之間嘅默契。大家當然哦都要計積分，總強加起來最高分計除吼，就係今日嘅rank價咧哦。好，冇問題。花講到很多，手機很多，最尾嘅先得到客服嘅，先來進行體育館嘅 PK 咯。向前變困啊！第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嘴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妻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第一關呢用到向前變困啊，當然呢就要搶參賽者吼，你睇起來叫下來 PK 一下。咁過到底你來 PK 呢？博謙搶了10名海。哦，兩關嘅主題就按照看應用辦講，等下吼，個音樂當講話要冇強樣嘅題目，而沙負責咧用講嘅，當然我仲在講到嘅題目相關嘅單詞，寫出咗讓單位而家係隨單負責來看，必須總強係3分鐘，答錯最多題嘅除50就得到1分，兩嘴就100 pass 嘅機會。pass 就6分呢？當然嚟，直接坐進來。總共3分鐘啦，哈，咁樣呢就開到冇人猜拳。好，剪刀。讓個連線來選。好，剪刀石頭布。這樣，結束了。那給你開始。讓給你選來選啊。好像不管有沒有猜拳，好像結局都一樣啊。來。好啦，等下我先問一下，兩姊妹又等下係馬莎女用講嘅，馬莎女團嘅。我講好誒。哎呀，你家好多東河。哎呦，明啦，團群嘅啦，我哋兩三啊，嗰種係狂機。大概各種有默契嘛？一定有嘛，不然等下全場大笑哦。我來唱秋風雨。準備好嗎？好嘞。準備好先好。比賽馬上計時搶開始。題目。哦，我講啊，你煮菜家下吼，用物計嗰種物計炒卵呐。雞頭炸物計兩雜絲，物計炒卵。炒卵呐。幾天菜？個偏東咁有名嘅。蔥條。洋蔥。答對。下幾題。好講哦，安尼基本嘅安尼嗰種係撲嗰種線上大馬嘅來3雜絲。他們有帶東西嗎？有，他現在個秘密武器3雜絲。關山米，不是意大利。3雜絲。3雜絲哦，前尾係綁嘅嘛嘅哦，爸都係識嘅，拍身嚟要見背機，用緊做嘅護色，安用嘅嚟啊，安用。啊，我家家做嘅4雜絲，基本嘅我嘅hoàn toàn要用嘅東西，媽媽等會曬嘅一根咁嘅東西，我明啲。我講你明唔明？下幾題。哦，我上一隻從物嘅，煮嘅吼，我物嘅東西，又蔥，我聽一隻是又蔥誒，又醃，有冇？抱歉，我個講到是誒，內味嘅做係鋪哩吼，凍埋度嘅做係凍。小白筍。錯。啊！你等外食嚟計，你夾擺水魚推動等外食2雜絲。美女。甘蔗偏柚，甘蔗還要偏柚啊？甘蔗偏柚。
你掉一点，没现了，报销啊！怎么给拼报销的？安尼哈，就上扎时间聊，你啊，上，哎，上飞机啊！你可以盖有点吗？安尼个做，他干你的点心的嘛盖。上扎时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摆脱，再干啥？还有嘛？点心，嘿，点心，上扎时，错，你不水，错啦！时间到冇神啦吼。刚刚要从这的明显的看得到，博谦你真的露出戏，我还没起床的感觉呢。月姐在10秒钟之前已經猜出了梅干扣肉，你還根本看不到那種嗎6題哦，全部都，我給你多少提示？你摸着良心。可能有7題哦。你等一下差不多幾多題？10題啦，攻守交換，攻守交換。阿妹喜歡煮的菜2個字嗎？幾分鐘？哇！有吃他口水哦。你有一種秋冬蟲夏草，對，真的哦。以前我们当零食，哎呀，你说你把那个冬虫夏草当零食，根，那要叫干妈嘞。對。小教喎，你下凡風吹落去比賽吼，看起來面做阿姐付出嘅緊張，那出問了。差一下。你誤會了。我李亞冠嘅阿貴阿公，你負責嚟講，嚇，準備好嗎？準備好咧，調戲一下，就會繼續開始。漢人的傳統的料理4個字是不是？西雜師。好，西門西草。啊錯。好，下幾題。雞哦。幾多雜師？菜頭哦，雪卜卜的，西走啦。誒，有講到咧。講到你講，唔係講羅皮嚟啊。誒，總的。下一個，趕快。下一題。幾個字？熱甜色嘅五幾多小時？廖雜師，熱甜色嘅。前臭。會傾緊熱嗬，天空會凍凍嘛？㗎，廖雜師。臭。生面切那個刀削面。唔係，小菜。幾個字？豬頭皮。唔係，算。天空爬橫行嘅嘛？㗎。番薯鴨。唔係，橫行幾嘅。多雜師？摸海。哦，麗娜姐終於出現了。摸海。幾個字？廖雜師。好。看完呢是咕嚕咕拍色的。咕嚕拍色。廖雜師。牛雜師。廖雜師。牛奶呢？安尼bắt來不用桶是得那個。啊錯。幾個字？這有點難哦，這一題。T 奶下嘅。廖雜師。嘅底部喂起來是香香的，太夾嘅涼爽嘅。拔蘿蔔。那個芋頭，對。如果佢係蛋糕嘅，也係乜嘅鋪會。蛋糕誒。烏殼。食的。錯。係。台南最有名嘅熱甜嘅水果。芒果。阿妹喜歡煮嘅菜。兩個字嗎？幾分鐘？薑絲炒大腸。幾個字？哇！有吃他口水哦。還有。幾個字？整嘅用一個鹹鹹嘅一個柿子。哎呦！厲害！我們走在還沒追啊。我卡丘嘅那是咧。鵝肉。會嗎？兩個字。鵝肉。唔係，差唔多了。也是兩個字，對，2隻腳的。雞呀。丘比。錯。幾個字？3個字。茶葉類啦。走在條邊茶米嗎？雞。加類啦。時間到。來，要讓學弟不要輸得太慘，對不對？是沒水準的。我跟你講，至少20題了吧？剛才我倒數10秒，他在那邊。對，因為你要題很難呐。這個很難。沒有啊，茶米飽都敵對就算乾茶。剛行應該用辦來順便嘅。茶葉哦，食到一種水果地位。就算乾茶。哇，真緊嗰一排換 Doctor 風水啊！好啦，風水李亞冠得到一分。不是啊，這一關的 PK 呢係1-0，不過冇關係，但係呢係你中普12帶來4個料理，可能新翠姐替擺來上節目帶來乜嘅好料，為了大家分享咯。主廚素魯菜，
在會當中呢，你嘅總廚師除了帶來好了解台詞以外，都有高場地度，還會有一題嘅水塘測驗哦。譬如講風吹呀講南吹答對嘅話，吼就會得到1分，故說等下認真堂咯，很暢順哦，就跟他比到安永英，結果答錯一題就得到1分。好，來對加油。先來看一下今日新翠姐帶來料理，很多媽咪啊，都純粹蓮藕包。做包嘅啊？啊，冇香樣嘅哦，也今比做嘅係另外一種哦。另外一種，對，好，冇得先嚟燒嘅還是菜。好，啊，今比有準備啊蓮藕，對，個還有呀竹筍，啊，放入去咧，有個什麼？對，個還有薄荷嘅酒，高湯吧，高湯，可以用也簡單咧，啊，嘅昆布嗎？昆布也得，昆布撈菜片，係做嘅。粉係冇？啊，也係粉嘅。啊，今比哈有叫嘅用葛根粉也得。葛根粉，對。是哪一位？葛根粉即係將嘢太白粉。對。另外一種日本咧，啊，今比用嘅料較好哦。啊，日本來的葛先生啊。啊，對。我們一次把它介紹完。好。旁邊那個係乜嘅？一鹽添咧，一甜米。一掉一皮菜，嚇，有講包第一皮菜嘅，嚇，都係也係加醬汁。這個是黃芥末嗎？哎，對，好，咩用用高湯，要先切嘅用嘅竹筍，好，竹筍，哎呀，要竹筍凍對絲的吼。即係綠竹筍嘅。綠竹筍，嘿，你竹筍它有粉啊，哈。有啊。綠竹筍它香嘛。啊，然後人家就切片之後，人家就切丁，切很油哦。切油。等下會爆個地擺度。哎，對，然後佢冰都強下啦。按多上個竹筍包控用嘅咯。但是竹筍包要切，太對吼。滷芽竹筍聽到好食，跟住水樣吼，加入竹筍。唔係，講嘢喎。然後嘅蓮藕呢，佢不卡油嘅模擬器嘅話哈，用磨，人家就讓它緊閉磨，就用切，啊，模擬器，一隻工具是做咧農家做咧攞啦，要帶腦袋，人家就請師傅老外聽書，好嗎？其實我一個安豆，因為他今天沒有帶模擬器，所以他用徒手模式。哦，來，排先啊，拿下。我問下，快嘢，我講凍起台提一百款新翠姐做出來，結果吼，佢雖然係苗栗嘅，不過到台北了就凍台嘅教室，自己做這個共享廚房。係，對哦，有限來料。新翠姐，你還可以連一切都按油，係啊，一下就唔見佢。係啊，佢凍得溜啊。對啊，什麼嘢也都要包時間，夾結束。然後你嘅水有去再慢慢倒落去，倒到苗地冇，我底下湯呀。哦，青江菜。你按切走的嗎？啊，可以，當醬哦。沒有，徐師傅切咗油。我跟你講，我問一下 Doctor 講，還有幾多公分？幾毫米？這個瑞月姐比較會。冇啦，要生平吼，地講切嘢油加個內餡吼，分肉結合性。哦，所以你看你好像幫你切，按油炸嗎？該打吹牛嘅啦，沒做得。沒有。用幾多用刀嘅背囊，哎呀，咩整刀背囊剁，用幾剁剁。就馬殺雞強用啦，係會變奶。也係我要準備嘅葛粉嘅哈，哎呀，就冰到水烘，用一般的水嘛，比例咧1:2按咧，1:2，乜嘅1，乜嘅2。1是叫用嘅粉1，水2按咧哈，嗰係一些些嘅一些鹽，必有一些米湯啦。不過我不怕假時自己摸個葛根粉、個蓮藕粉啊、片栗粉咪做得啦哈。可以啊。相對於人家的都嘅滷芽有中亞葛根嘛，冇。他們有在栽培。因為當初冬蟲夏草。對，真的哦。以前我們當零食。係啊。你說你把那個冬蟲夏草當零食，葛根，那要叫乾媽的。對。你睇用乜呀，就全部重點嘅嗬。你睇下冚出來嘅菜包，幫你餅包。唔使，對嗎？這是要煎餅嗎？咩？睇乜嘅？嘅用嘅蓮藕。哦。
冇伊面要剥嘅太太嘅，这样会变做一个堡味哦。係咪？哦，它这个该粘着剂用啦，系冇？對要去爆起来，係哦，让嘅时间是变成爆了，嘿啦，肉粘啦，粘，嘿，系对冇？啦，这是珍珠丸子吧？又要巧可能哦。個嗆脆就擺烹筍啊，係旁邊，你就差唔多嘅。新翠姐應該下嘅火係幾多台啊？幾台？就全部東西倒下去以後，將來開細火，安尼慢慢嚟做，係，一日到日喺度爆了。包咧哈，包咧哈，我包係直接是主廚隨堂烤啦。來，你給我拿出來，拿出來哈，拿出來哈。想問下，該蓮藕哪一段呢比較適合來做涼拌呢？好，先不要講，有選項哈，A 頭段 ，B 中段 ，C 尾段。猜拳，猜拳哈，猜拳就有機會搶答。你猜，馬上還會猜。會讓你很會猜，你比較會猜，快點。剪刀石頭布。哦，來，我先來嘅。我講啊。係。我講做馬雞哦。你要選 A 做係哦。我講做馬雞。係啊。該東岸該這啦。你有 A 還是 B？那你要選 B 是不是？那紅隊要選什麼？我選 C 哈。你東岸倆真好脆，好切，啊，做咧涼拌，佢就會安脆安尼食。哦，咁厲害呢！那係個人觀念係安樣嘅，啊，你堂科學觀念。科學觀念選哪張？那選蜜紅嘛哈，蜜紅哈，所有嘅根莖類哈，燕蜜燕潤啊，所以甘蔗筍啊，什麼筍哦，全部都蜜紅。你要做涼拌冇煮嘅哦，燕潤越好，燕蜜燕。哦，有道理耶。哦，涼睇到嘅應用係咩係鹹豆？睇到甘蔗，睇到硬殼殼。好冇啊！結果答個 A，答咩 ？A， 真係要贏啊！講一下，該挑這個時間要下短下濃，佢嘅澱粉下少啦哈，佢嘅口感下爽脆，適合做涼拌。那有就是跟我們科學家講的一樣啊。尾段嘅哈下蔥片螺，雖然要該口感又很硬，按過煮過以後又要變到好鬆軟，適合煮湯。哦，啊中段則適合來拌炒或煮湯都做得。哦，所以答案係 A 哦，有答對呢哦。所以 A 頭段它是在最下面嗎？體內係哦，那就是你剛剛講嘅，你只是選錯地方，頭跟尾會選錯。所以今天新翠師傅用嘅係重件嘅，係重件嘅。哦，就運動飲呢。好，就不用多一碗。用保鮮膜來包。轉一下。珍珠丸子。好，過咗等下就泡冷水。我有興趣啊，這。好。你做乜嘅？今日會上講準備倆土菜，最容易在我們一家之主展現天然土菜。我熱天多誒，哈，食日就較涼，日就包好。季節性啊。泡水。誒，別冷。小時我就先做好誒，安尼哈，做一炸，個日就一下就來炸鍋。哦，是就熟嘅，日就炸鍋就比較香一些嘅。係，較香。比較鋪該肉圓強肉。哎呦，那我們可以試吃這種芒泡果嘅麼？所以你倆物該分落去。也係太白粉，我就係俾我擺定型一下，好，就唔會講直接放到煲嘅底度，其實會黏到。可是師傅按用個油溫大概140度左右。140度。倆凍 Q 呢？凍 Q 哈。很像板煙。好，所以倆醬要做乜㗎？我煮醬汁。醬汁。啊，高湯人家就先倒落來，哈，香油咩倒落來。啊，倆青椒菜有先擺盤嗎？係，哎呀，我買擺，你講嘅。好，哎呀，擺出嚟。好，來注意哈。好。用嘅5年呢，所以變5歲。5年可以醫師去對票後，我們第1季他就開始在演。這邊會用倆條東西。對啦，這條紅對管的那個抖音啊。他也怎麼用？他的胡椒粉應加3個。好，請進。做嘛改醬料，它會效果，它直接常溫這樣子挑種的。冇，也煮過哈，比過前糊化，比鹽都太過稀。梅頭出來咧呢？錯吼，我個古所講，我個安樣做到結合，我den兩隻米啲啊，安樣換啊珍珠丸子。對。該是上該照燒嘅梅頭吼，叫梅頭油該。錯，咱平下係一聽講下好學。係啊，今天這個是絕對創意料，創意哈，動厲害啊！
都得好转体啦。还有好宝哎，嗯，它应该可以做一点这种爆浆内馅的那种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其实也种做迄唔好生物嘅就不物嘅，啊，好，你俩不用了下。係。什么太阳下山之类的吗？2个山中间是夕阳这样。啊，台东啦，花东纵谷啦。这刚刚好呼应一下，又山又水啊，又倒影那样。真的。哎，新翠姐，那你那个酱不用等一下淋上去，淋上去，淋上去。你本来想讲穷下笑。对啊。冇。其实我刚色泽怎么走出来啦？卫生纸不用吸油。你有吸油吗？啊，没有，不用，这样子。化妆师有吸油面纸。唔买啦，唔买加油。哇，来考考大家，还记得催眠吗？来，应该是春笋莲藕包啊，哈，春笋莲藕包，再加一点黄芥末。东方叫勾芡，西方叫酱汁。什么？sauce？西方叫 sauce，红酱、白酱、青酱一样是会有加这一类的东西，让它产生不同的粘稠度。嗯，好，我讲的大催眠係乜嘅？春笋莲藕包，按用就好食咯。很多纯笋莲藕包，睇起嚟看来吃吃看下咯。来，爱美就姐拍，哎呦，地片太大。为什么有？他怎么飘走了？来，婆婆会行喺香当橋哎。哎呦，香港当 K 台嘅黃芥末嘅梅絲呢？太香哦！而且这个口感，當啲邊至於在嗰種像係牛眼肉丸的外皮啊，有 QQ 的。对，这个也可以做甜的吧？外酥内嫩，然后有层次感。哇，好好吃哦！丽娜姐，你吃的嘞？我觉得它这个很好吃，那个里面哈那 Q 软这样子，很好吃。真嘅呢，一定要切到按 U 哈。刚才想说怎么切那么细？因为你太嘅話，佢做包唔起咯。对，個要先冇按好不協調啊。對。我的感覺，我的面是嗰種係醬汁真緊動用，對，醬汁是靈魂。配在外面，感覺是得冇起用。真的好吃呢，師傅去到咧。好，這道嘅創意料理哦，我係想我實講啊，佢嘅靈魂其實是該醬汁，因為佢嘅醬汁叫搞到該昆布。哦，伊係好食落去，佢嘅該嘛該味道是走出來。黑空布卡迪度啊，你想要設一的比較沒有負擔的 QQ 圓的話，就做得過用一個根本來做取代這樣子。嘿，試食到呢一下哈，大家轉換一下心情咧。先嚟報告一下今日分數哈。風吹得到係熱款，冷吹就先唔可以講嚇。你面摸好講。係啦，冷款啊，喺度加油好冇？冷吹，加油！ OK。我最杯麵館所有參賽者真要拿出真本電來咯，真要好好地表現厲害。馬上來進行最杯麵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2歲就等只聽嘅題目。第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，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做咯。最杯麵館家家出好菜，我來看一下2歲帶來乜嘅秘密武器哦，也係清管片嘅一部分。先來看一下2歲帶來秘密武器係乜嘅？紅曲天婦儀加用的5年了，所以變無色了，很多黑色發酵料理。哇，5年可以依絲卻對票扣，我們第1季它就開始在醃了呢。真的可以，今年就可以是正標來參加哎。哦，很有心呢。好有心嘅嗬，今日嘅我做嘅菜名係乜嘅？釀三鮮。釀三鮮，好，今日頭前咧已經得到1本嘅最杯麵應該都有信心啦嗬。有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好，我看一下冷翠的鴉片，我帶咗一個秘密武器啊！哦，厲害咯！台上講出來係乜嘅？客家菜脯絲，菜脯絲，哎呦，自家做嘅哦，係自家做嘅。哇，咁我見到有人拿嚟菜脯絲做料理嘅菜名，按到乜嘅了？客家台風菜包，大福菜包，意思是說裡面可能會有
没有草莓。秘密。好啦，我们刚刚得的分数比较谦虚一点，撒下来，不是要用 camp 的哦，好不好？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咯！開起來兩嘴呢都已經準備好勢嗬，現場馬上來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掌聲開始！可惜了，哇，哎，这个把它弄。你还不会散线呐？他今年做料理吼，真正係做出正統嘅台灣味啊！係啊，你看下一道吼，但係看比咩武器，兩個都是正統的客家味。真的真的。老撇西、豆腐魚，還有風 Q 嘅豆腐魚，對啊，是狗呢。這個看起來吼實力相當，比的就是小隊長的人氣。哦，那我們也是不相上下的咯。好了，現場來，哎，來聽數嗎？还好。哎，這個熟成豬肉成本它可以嗨，這個可以用半年防色熟成的意思講哈是要時間，麴的熟成溫度哈56度。哦，56度。所以接近56、57那種的。醃較好以後哈，有烤箱地板設定50到60度哦，給它4個小時。安久啊，對吧？它就會熟成，熟成以後跟米麴哦唔係鹹平的，會濕到氣米。聽起來吼，你講太高呢，凡事實事求是，而且你要用口紅嘅方式，哦，有沒有？那你是用科學的方法來找到麗娜姐？因為而且我們兩個是在苗栗當高中老師的時候認識的。哦，所以麗娜姐應該走馬來信上啊。國文老師，國文老師好厲害，國文老師都鐵皮匠呢。有。洪貴老師就會做自然科老師嗎？那工科嘅先生。工科嘅先生。哦，那麗娜姐幾時節最中意洪貴跟那個特色呢？覺得，佢做人蠻踏實的。哦，直男的浪漫，實事求是啊。哦，好吧，剛剛就先切好，安利先過嚟鹿野那邊看看，然後再來苗栗。愛啦哈。好好。阿姐，見過喲，那前澎湃嘅，最好嘅山青哦，該是財富系呢。可以聞聞看嗎？個動向嘅。剛才忘記看我。剛都先。很清啦，從帶下面頭，後面頭下面頭，當香啊！哎呦，其實唔是用皮果咯，應該是用這個切過以後跟米頭烤下條。係水飛機啊，係水椰子做嘅盤子。水飛。哦，水椰啦，哈後上街下吼，如果哈走雪啦。走雪線走啊，樣走人咧，就停咧，啊就講啊，你做啊，要嗰種按好燒面試用吧，啊就哦，啊就開始一下啊樣樣就做人來的啦，啊樣樣啦，就是啊樣。可是它這一道菜好真嘅厲害，因為我現在看每一個食材都厲害。你看個油蔥酥，你看個油蔥片，油蔥酥哦，而且我看到這個代表給等下給我現爆，對嗎？還要現爆哦。我發現家嘅老皮士啊，曬嘅豆漿呢？豆漿，均勻啦。個也食，食真嘅豆漿，要買冇？跟住睇到已經挑曬，你係自己挑曬，跟住係不細哦。菜包我要吃一顆。好，冇問題。不要再減飯。好。先不批兩沙下，批了一下，你等下別用就係重點。誒，冇咁錯。冷。哇，豆腐魚好香哦！剛才風 Q 嘅，有，看下就批到誒，我們就從那邊聞過來。沾一小口嗎？可以。太大對了。大到出嚟，我當我專業的。哎，你這個豆腐魚做嘛咁會死鹹哦？哦，它的鮮味會蓋過它的鹹味。哦，那這個就加風 Q，養生啦哈，還有有淡淡的酒味，最主要是講哈，佢熟成時間又耐，佢按照豆腐的蛋白質全部嘅氨基酸的。哦，是一啲啲咧哈，3分鐘以後嘴巴含氣氣，他們沒錯。然後菜籽喺度煎嘅香灰。你該有個燒咧，你有煎乜㗎？也香菇做嘛，我安尼排過哈，好做咗咧，別出啦。別出啦。別出。一樣嗎？做得食材做唔得大水。哦。跟水分咧做出來，第一日食材就冇脆冇香。所以我炒到啲出水就冇合嘅咧。東西就會香唔是就係咧。不過你講到真勁凍火，我等下比啊係。老師上課沒有人敢卡他的。
但是因为这是节目，对，只有时间的，所以要强下做。来，做下做哈，有上色就好了。上色两面都有。呀，油已经够好的吼。哎，你俩嘿迷迭香哦，薄荷、迷迭香给黑胡椒啦哈，但是这种米丝哈，上来强柔的啦，用到新的哈。该西餐的做法啦，迷迭香啦，系蒜头啊，个老师示范的重要哈，叫个酱汁地板又按照黄色的个嘛，芥末酱啊哈，所以做出来没有天天吃台进步啊，莫身边还有它的喜闻喜潮，没啦，然后全世界的料理全部做在入来，哎，没做在本全世界人吃到客家料理好吃，所以新翠姐给你带来的料理，就是让大家看到世界观。我们走。好啦，等下外面可以了，你批到香米了，它是太香了。现炒菜。你等下是土风舞哦。哎，来姐妹舞来预备起。左三圈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我们来做运动。做菜包，不是做菜包，做菜要高兴，吃的人才会高兴。怎样吃？不行，这个已经算好倍数了，你们没看到吗？都一人一倍只有总共8倍而已，那个料吼已经爆浆了，越多越好。你反而馅多啊，真厉害。啊，你皮嘅嘛，就皮咯，你啊，饭挂系嘛？梗系翁铺，啊你系原味，梗系翁铺。所以你有做两种口味。错，我2个都要吃。嘿，2种都会食哦。啊，也嘅吼，不吃饱都抵肚没痛。要不？哎呀，其实去龙沙洞强哦，因为准备系菜包，那来做比赛嘅料理，因为菜包是客家人的共同记忆。今天哦，可是新翠姐加落台北安居的都台北7個包呀，有台北有好食来菜包嘛？冇呢，还就7個包呢。 7個包，谢家菜包啊。全部没7個啦，7個。啊，你自家包的菜包会有冇得改变吗？冇呢，我遵循原味。係啊。来看一下这，它这个是更酷的吗？补充的，超啊！待会直接配饭吗？我去了，让个阿皮啊，哟哦，喂，这个浪费了，这个。讲了。你看你啊，有一张他用马甲线唔导演对啊，线用线的线，哦，心的不嘛，用太线的线，哦，心，用心的蜜桃，真紧有力哦，叫它一层一层地炒，天它加回头了。酱油，你做得让他闻到调油吗？做嘎，不给嘎。不能干，不确定，这个打进去，总在帮忙，你在干干。它第一关就变老鼠屎了，忘记了吗？这个气条就还没是同那个琼行错一团酸，跟一条酸的哎，你看酸呢？嗯，同一条船上，它会沉船的，该有一点的沉船。好了，他讲么？天天咧变唔未多，但系天天咧变东西。但讲一天会变俩掉东西，对啦，猪掉粉会管的那个斗皮啊，他先长没掉，没有剩调皮。它跟胡椒粉已经加3度，它真紧很香，哦，香的米线，你好看，哎，重点了，来看了，加落去了，这个我真的吃2个。加落去炒夹，你就试下开始爆裂係嘛？炒哈，冇喺得生口雞片做對嗎？做對啦，啊記得做呢樣哈。OK。哇，這個豬牛好嘞，直接酱好嘞。你看，谁要吃？哦，不行，這個已經算好倍數了，你們沒看到嗎？一人一倍，只有總共8倍而已。但我的眼睛是另外一鍋3杯，是不是？我解释一下啊，没熟的肉叫2价铁离子，是鲜红色啊。熟到70度到80度的叫3价铁离子，是跟漂亮小姐脸上这3价铁离子是不是 Fe 正3啊？对，很厉害。还有倍啊，元素表。我化学满分呢。超过80度以后叫氧化铁，就灰色的肉就过柴了。所以呢，走在上色的肉，稳土上够看肉，但是呢，鸡肉、猪肉哈，当然也讲的是太肉了。好，所以安是好嘞啊。我丽娜姐，你今日同我讲道理呢？哎，本日只表现的机会，假使哦，今日冇生你等下，你俩煮哦，有一下
展现一下两人的恩爱。你的老招5年了，哎，邊邊都飽嘅呢，人家等下故意看冇啊。所以我们这边差不多了哈。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张磊吃生了哦。哇，好菜吧？哦，这还要蒸吗？大姐，不要，为什么进去？用吧，用嘴上哦，用吧。要你蒸我眼镜丢长得一哎，要做样啦。小一点吗？可以聊真的吗？做啊，你若摸眼镜，点解不秀嘞？不要做小一点吗？我要做小一点。他干你咯，唔干你是啦。准备好水汁掉了，因为我们要吃2种口味啊。哦，偷吃比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吧？你要上妹。哦，所以左边啦，你看左边啦，所以这个饭怪梅超好吃。所以这个聊胜边还要袂使控，拢爆安跟石头的。嘿，错。它的胆腔皮就懂后色的薄芡，他们真的好好吃。我觉得它南瓜的比例就挺冻够。你哦，差唔会讲冻多，因为你若冲多，你冻软冻磨包，该本身该蒙铺哈，它有水分冻该种有含水分，给冻很巧呢，那个料哈已经爆浆了，越多越好。你这样写的哦。皮薄馅多啊，真厉害！你部顶号面是啊，阿妹面是啊，都热料的啦。哎，一皮迄全部。時間會到咧吼。嘿，做眼狂我凍見做你冇看。大姐，師傅問講要糯米做的嘛？嘿，你係糯米做的，純糯米啊，純糯米係糯米粉。糯米，嗰個係糯米是愛的哦，哈，唔係嗰種的哦，是加愛的哦，這個我真的冇加其他。你係是加愛的米，那個糯米哦，哈。那個料等一下董豬就會幫偏的。係啊，叫盤叫麵，蛋漿水都凍好些。錯啊，錯。所以你看差不多好嘞嘛哈。會多。那我們去倒數。又信嗎？哦，最後有沒有要拉票的？還有嗎？有啊，你也可以修啊。帶來哪一首歌曲？給總監。現場馬上嚟倒3、4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食看呐，最杯米館都帶哪部開了離開站掉呢？哇，兩組全部按站掉，先本這個一個總上好唔好？總上鼓勵鼓勵！哎，兩位爸吼，先對 Andy 風吹，來吃吃看呐。好，先來吃吃看那兩個豬肉的部分。沒有熟成的哦。好嫩哦！你有冇看到？水粉色，粉紅色，就是你剛剛老師講到的最後嘅本土。第一擺吃到那個豬肉做得很嫩呢。沒有，錯。非常嫩。麗娜姐，你好厲害哦！對啊，你還助手。水筆記，我看你請冇評判。唔看，等下吼，我吞下呢陣講。我先下邊吼，我第一面是到迄個種嘅根本嘅佢嘅挑夫魚清香，真嘅呢。佢喺香米吼加到了肉香，啊加到嗰種鹹散，按清入口清香。那我們的貴婦呢？清香，真好嘅味道。係啊，真好食。冇想到嘅豆腐魚喺做啲咁樣變化。嘿，為到啲節目準備嘅哦。有心。所以接下去個咱風廚嚟之後，來學一下我們的這個客家大福菜包。好。哦，愛食嘅係飯掛哦。哎，錯，蒙鋪啊。這個料靈魂都被你勾出來了。該chuẩn的料就帶轉去蹦翻色，好好吃哦。老師，你吃到娘板？第一擺吃到，好食。怪香嘅。姐覺得呢？嚟吃到嘅客家人傳統嘅味道。你客家人吼是傳統嘅皮，你用大湖嘅皮度要牛年。要加牛年下去，要加嘅嗰種。有啲香嘅奶香味。錯，就係我希望講大家人吼，到底講係喜歡食到面食啊樣嘅。啊，唔過你講冇準確，行係要看下師傅用來裁判咯，哈。超級緊種，目前嘅米粉哦，風吹係熱粉，冷吹係木粉，所以等下兩位師傅拜託啦哈。好啦，師傅已經有想法嚟嘛，哈。好，咁喺講已經準備好勢法，就先對風吹來咯。來咯，風吹，搶本粉酥。幾多份？哦，
还要加个6分，中粉系6分。對啦，中中粉啊 Q，你睇累積起來嘅話，讓5分，嗰加頭前的1分，目前要得到6分。該意思就係代表講，喺冷水底下一定愛滿分，長有可能讓，長不有可能偏少。好，師傅搶半分鐘。啊，5分，好啦，我哋半冷水叫幾下。先崔師傅先來講評風水好啊。好，風水吼，加嘅材料也都真件上到當好食，像加嘅筍嚟也都真件係有脆口，嚇，嗰個嘅香菇係有香味，嗰加嘅5年咧風球豆腐兒真件讚，嚇，也真件食到好食。藍對嘅話就較排泄啲咧嚇，誒咩嘅感覺啦，較好嘅豬肉比較走解啲咧，香味上又出來，係變到落皮時嘅味道較重，啊肉香。那個主角就係羅佩西啊，我們主角。豬肉香則多一些些咧，安尼係。正差一些些啦。對，也係愛食嘅感覺啦，好。咁我攞去談看下放歌，要買魔強有一個講片。本該紅對涼粉的想法是講一是創新，另外一點是佢用該數據來做出來。不過正常嘛嘅東西，佢嘅豆腐以外，你譬如講到該豬肉、到該筍嘅強下炒過，不要分開來吃，給它融合，本該有豆腐裡嘅味道下過，會更好。是正常嘅一點。好，你無本該藍對嘅安豆粉、上粉嘅想法，佢一層一層落去炒，每一種都係佢嘅客家嘅靈魂。炒到凍河是真緊講，是冇？是冇，是不是？恭喜兩嘴嘅最杯美館都表現到當好，私心吃到嘅菜包真嘅係十分嘅好食啦呢。好，唔過一下呢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馬上你就要來頒獎咯。耶！恭喜！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哦，其實呢最主要還係大家神奇鬥鬧熱啦，而且呢這個差距呢非常的細微。1分。好啦，風吹得到6分，藍吹得到5分，先來恭喜風吹得到3000元的加菜金。恭喜！你看我們紅貴哥多有禮貌，看到前一來先讓位，直接給老婆。我在想他怎麼讓開一步，直接給國庫了。哦，不過冷水半夜欠錢，輸咗去到了，記得得到係意大利布魯斯萊雙鍋煮。哇！你睇兩張木哥，睇住木蓋哦。恭喜兩水。兩組呢做料理的方式冇重要，風水呢就像你紅貴哥當到嘅可好嘅方法，帶出料理嘅感情。分享兩排參加先對老太茶講一下。也當歡喜根本有來參加一家之主哈，我卡佢煮出嘅機比較多啦，但是我係有想法咧，做我愛做比賽啦，所以根本來算平常都有訓練到，安子生照正常發揮去抽咧，謝夢怡哦，安子生，打水漿。麗娜姐，你客家新 Q 這次來參加的，佢嘅心情很樣辦？很歡喜呀，就是很歡喜呀。然後這個節目會給大家帶來很多生活上的那個樂趣。謝謝。好。謝謝。不是因為你剛剛上過用的泛舟客家吧？你某位法國文老師，他可以寫一篇文章哦。對啊。我看一下冷水的鴉片哦，哎，得多給寶哥靜音凍好喏。凍醬，凍咖喱，這個很舒服呢。做啊，哇，真過的。那今天有瑞慧姐哦，佢本身的盤做嘅師傅啊，來參加啲比賽就蠻感動咯。我當歡喜講主本大家嘅食，我希望講我根本嘅客家台北嘅財寶，做嘅大家嘅當家己食安樣嘅。吼，啊那種那感覺講好食，咁就來推動錄音了哦。真嘅係最佳台面面啦。就嗰度係孫亞姐。先歡喜來到了節目，就幫我哋增加了很多新嘅知識，識到當到，你唔是識過嘅創意菜，希望大家謝謝大家。唔單講哦，做啲增加性嘅知識。
做咧增加兩姊妹嘅感情，到歡意，也係動體撇嘅，係冇？錯，希望你哋喎。兩廚呢都表現了好廚藝，我沒有感謝師傅，佢每帶本地也按好嘅料理，太子家們做得都專業不卡了，吃做看下哦。係啊，所以假使你都看到呢一片啦，很有興趣想來參加比賽，日日打電話都報名參加哦。依家資助等你聽下來到節目當中，聽下來打電視分享也不卡，你也就猜題嘅好秘師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